在數碼化時代，企業官網早已不再是單純的線上名片，而是直接影響業務轉化的核心引擎。根據 HubSpot 最新 State of Marketing Report， 擁有優質企業官網的 B2B 公司，其潛在客戶轉化率平均高出無官網或低質官網企業達157%。這組數據背後，究竟藏着哪些關鍵因素？一、首印效應決定潛在客戶停留意願。Google 研究顯示，用戶在0.05秒內就會對網站形成第一印象。若官網載入速度低於3秒，53%的訪客會立即離開。Google Page Speed Insights 數據，而載入時間每提升1秒，轉換率平均下降7%。專業的網頁開發能確保首頁載入時間控制在1.5秒以內，從而大幅降低跳出率，讓潛在客戶願意深入了解你的服務。二、清晰價值主張直接拉升詢盤率。Forrester 研究指出，73%的 B2B 買家在決策前會多次造訪企業官網。當訪客在10秒內無法理解你能為我解決什麼問題，轉化幾乎為零。三、內容行銷與笑的複利效應。Content Marketing Institute 數據顯示，持續更新專業文章的企業官網，其有機流量成長速度是普通官網的6倍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流量帶來的高意向潛在客戶成交率高達14.6%，相較付費廣告的1.7%。例如，我們為一家製造業客戶種數官網後，通過每月發布3篇針對痛點的深度指南，6個月內有機搜尋流量增長412%，線上諮詢表單提交量提升287%。四、行動端體驗決定最終成交。目前67%的 B2B 決策者在手機或平板上研究供應商。若官網未做好響應式設計，行動端轉化率將暴跌62%。專業網頁開發團隊會確保所有表單、產品展示在不同裝置上都能完美呈現，讓決策者隨時隨地都能完成詢盤。五、信任背書的量化影響。Bright Logo 調查顯示，88%的消費者在選擇本地服務商時，會像看待線上評論一樣看待企業官網。展示真實客戶案例、行業認證、數據化成果，能讓信任度提升70%以上。這些信任信號最終轉化為27%的詢盤增長。結語：官網不是成本，而是最高 ROI 的行銷資產。根據Gartner最新報告，企業官網的平均投資回報率高達434%，遠超傳統廣告的87%。當你的競爭對手還在把官網當作可有可無的裝飾，領先者已經將其打造成24小時不打烊的頂級業務。